繼上年2020年10月之後呢，今年香港政府呢又推出呢個通脹掛鈎債券啦。今次嘅發行量呢係150億至到200億，認購申請日期呢就係2021年6月1號至到11號，21號呢會公佈結果，24號上市，保證嘅息率係2%。以一手1萬蚊嚟講呢，即係3年嘅回報呢最少係600蚊。如果通脹高啲呢，個回報仲會高啲啊！睇翻之前 iBond 嘅表現啦，派息係由617蚊至到1358蚊。如果你唔想揸3年呢，都可以即刻賣出獲利嘅。呢個表呢就 show 咗 iBond 呢當日嘅升幅啊，由2.75% 至到6.7% 不等。呢條片呢，我哋會睇下呢用匯豐申請 iBond 嘅步驟係點樣，同埋用其他銀行呢證券商有啲咩優惠。大家好，我係老鼠叔叔。用匯豐去抽 iBond 呢，可以免呢個認購費、託管費、代收利息費、到期贖回費同埋轉入費嘅。咁我哋而家試下呢，用網頁版嚟認購啦。你去翻匯豐嘅 IPO 個網站，跟住喺 iBond 嗰欄呢 click 呢個 apply。咁之後呢，你就要 log in 翻你嘅網上銀行個賬戶啦。log in 咗之後呢，就有啲免責聲明，你就要剔晒佢之後繼續。跟住呢，就要輸入你認購嘅金額。iBond 呢就每一手呢1萬蚊嘅，所以你就要輸入整數。好似我呢度呢就認購6手，即係6萬啦。揀翻你嘅資賬戶口之後撳確定，咁就 OK 噶啦。至於匯豐個投資手機 app 呢，我就揾唔到邊度有得申請，可能佢只係得可以網頁版申請啦，或者你哋過幾日呢睇下有冇更新啦。除咗匯豐之外呢，其他銀行呢都有推出呢個抽 iBond 嘅優惠啊。除咗免呢個認購費之外呢，仲有啲豁免埋你賣出 iBond 嘅手續費、轉倉費。間銀行呢啲細節呢就唔同嘅，你可以睇下呢兩個表啦，或者問翻你間銀行最 update 嘅優惠係乜嘢。除咗用銀行去認購 iBond 之外呢，亦都可以考慮用呢個證券商去抽嘅。我之前介紹過 SoFi 呢就比較 old school 啊，要打電話去申請。其他嘅證券商呢，好似耀才證券、富途牛牛、華盛證券呢就簡單啲，喺個手機 app 入邊呢撳咗就得噶啦。呢幾間證券行呢都有迎新優惠啊，開戶呢有股票送啊。我將啲開戶連結呢同埋邀請碼呢放咗喺下邊，睇下你啱啱用啦。證券商嘅收費呢通常會比銀行平啲，優惠會多啲。有啲證券商呢好似智富、英皇同輝立呢，仲會免費借錢俾你抽 iBond 嘅，增加你個分配嘅數目。至於究竟認購幾多手好呢？ iBond 呢係採用呢個循環分配機制去平均分配嘅。上次 iBond 呢大多數人呢都係分到3手，但係今次 iBond 呢發行金額呢比上一次呢多50億啊，所以呢我覺得可以認購多少少。我個人認為呢每人可以認購3至6手。今日條片呢就去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或者覺得呢條片呢對你有用呢，麻煩你俾個 like 留個言啦。最好就 share 條片俾你朋友睇啦，同埋訂閱個頻道。左手邊仲有2條片嘅，你睇下啱唔啱睇啦。多謝你嘅收睇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